新闻台先来看气象局下晡继续发布新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县大雷公雨的预报。今仔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，气象局是表示讲天气是较昨差无偌济，也毋过今仔过到花莲县佮有台东县有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，就要特别注意。拜六礼拜西南风减弱，雨就会较细，也毋过后礼拜水气会阁增加，嘛要特别注意雷公雨。 受到西南风和过道对流发展较旺的影响，昨下晡湘北、基隆、桃园是落大雨。早起气象局是表示，今仔也是会继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水汽会变较侪。中南部有可能会继续落大雨，过道中部以北也会有大雷雨。今天西南风影响之下，水汽稍微多一点，在南部地区仍然会有些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，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仍然会有些类似昨天这种大雷雨的情况。 有可能出现这种局部大雨，甚至是豪雨出现的情况。为透早开始，嘉义以南的地区都有局部的大雨。根据气象局的统计，到今仔早起9点为止，累积降雨量上侪所在伫台南的安南区有95.5毫米，过来是高雄的嘉定有63.5毫米。另外，今仔日高温伫31度到33度之间，也若华东地区伫西南风的闪方面，可能有局部36度的高温。本岛的高温大概都是在31到33度之间。特别要提醒，因为花东在西南风的背风侧，可能会有这种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的机会。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资讯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。气象局表示，拜六礼拜西南风会减弱，中南部虽然也是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，不过雨会变较细。 过道阵雨的状况会比这2日搁减一寡，是相对较稳定。但是后礼拜1、拜2，西南风会搁增强，水汽增加，中南部搁会有大雨。其他的地区会是多云到好天，加雷公雨为主。记者柯家选曾俊佑台北报道。